大家好，今期同大家講講我哋九龍裝修嘅秘密武器——3層魔法層次燈。我哋除咗裝修叻之外，好多時因為配合埋燈光，令到客人嘅家居提升高級感。highlight 咗重點嘅部分，令靚嘅位更突出，避咗冇咁靚嘅位。燈光設計有個鐵律，分別係1 ambient lighting 基礎照明，燈光比例佔60到72%；task lighting 功能照明，燈光比例佔20到30%；同3 accent lighting 氣氛燈，燈光比例佔10到20%。處理得好，屋企高級感即時爆升。首先講 ambient lighting 基礎照明，負責提供全空間均勻光線，令到房間整體明亮唔刺眼。可以用吊燈、吸頂燈或間接燈槽，暖色溫最舒服，避免陰影位。第二層係 task lighting 功能照明，專門滿足特定需求，比如書台嘅閱讀燈，仔女讀書都叻啲；廚房台面嘅燈條，煮餸都唔怕切親手；餐台上面嘅吊燈，煮完碟餸都靚啲。重點係亮度夠、位置準，保護眼睛又實用。最後講嘅係 accent lighting 氣氛燈，用嚟 highlight 重點，好似名畫或者全家福上面盞畫燈，飾物展示櫃條燈帶，或者照射裝飾品嘅軌道燈，凸顯你嘅個人品味，仲有效提升空間氣氛，從日常變得浪漫或奢華。燈光大師 Sally Story 都用呢3層層次燈結合調光器，讓家裏日夜都有不同感覺。記住做到分層堆疊先叫專業。你屋企有冇升級嘅需要呢？快啲 call 我哋九龍裝修幫下你啦！多謝你哋嘅收睇，下集見。